嘉义的树木园是由嘉义林试所中部研究中心管理这园区内面一座日本时代留落来宿舍。即马征收好势了后，办的头一场展览，就是甲日本的拟宝艺术家合作，小解用实物来拟宝历史。为日本来的拟宝艺术家向民众来绍介实物拟的过程甲功夫。嘉义林试所中部研究中心伫嘉义树木园，10时举办带入交流的实物拟工作坊，要让民众入捌实物的运用甲日本的工艺。赏心悦目啊，然后就是天然的没有污染啊，很健康啊，又很环保。我们这一次因为也很难得可以邀请到日本的，就是草木染织的这个创作家，那所以就觉得这样的结合是非常有趣的结合。日本时代设立的嘉义树木园内底树仔的种类多元，是合适研究甲民众休闲的所在。为要增加园区空间的活法，林试所征收园区内底日本时代留落来的宿舍，头一场展览都来绍介实物拟的历史。通过这次的草木染的展览呢，能感受到，希望更多的嘉义市民、台湾民众呢。能够感受到日本的传统的文化。民国33年盖好的，那后来因为时间的长久嘛，所以没有住。那在109年开始整修，它的格局是照原本的去做修缮，而没有去动它。所以你看到就是会回归到那个日式的建筑。林试所中部研究中心表示，修理好势的宿舍会用来做服务中心甲展览空间，续来会继续征收一寡宿舍，活化园区的空间，提升树木园休闲甲教育的功能。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